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1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日本迄只全球公主号游览船过开观察到今14天的时间已经到，捞港钱的旅客纷纷落船。有媒体曝光台南市有药局甲人客品讲手头有大批出验，当市内各主管机关拢去到现场要查明事实。设伫咧台北市中心的东方工商董事会已经决定，自后一学年度开始就要停止招生。观众朋友，咱大城来关心日本约克哈马港边迄只全球公主号游览船，过开观察到当14天的时间已经到，验无病毒的旅客自早起开始一直落船，按算今日会互年岁较侪老辈甲幼囡仔行大城，嘛有真侪国家拢已经派出飞行机要去载落船的国民倒转去了。记者连续报道，武汉肺炎病情咧传，又有不幸的消息。早起香港发生第2站治病过往的事件，不幸过身的是一个70岁的老大人。南韩这边的疫情也有变化，一透早因国内就增加15个病例，大多数各拢可能是去互同一个人怀到的。迄个结构炭病患者所去住的病院，当然已经紧急封锁急诊室了。南韩武汉肺炎的疫情出现重大变化，19早起新增加15例，确诊人数一困头就升悬到46人。15 patients have been confirmed with the virus across South Korea, many of them in the southeastern city of Daegu and its surrounding Gyeongsangnam-do province. 15个新患者有13个人伫咧大区甲庆北地区，而且拢甲一个61岁女性有接触，若像出现超级传播者。这个女性无出国，70开始发烧，17去往送去病院隔离。伊看病大区庆北大学病院，烦恼讲会发生伊来感染，19暗时紧急甲急诊室关起来。另外一间岭南大学永川病院嘛，因为伊来出现疑似患者，19早起嘛甲急诊室关起来。The virus has now entered a new phase. New patients appear to have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without traveling abroad or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infected patients. There is a chance of additional similar cases being found. 香港嘛传出第2个确诊了后死亡的病例，根据香港电台报道。死者是一个独居的70岁男性，是香港第55例确诊的个案。北安坎伊有中国旅游史，入院的时阵状况已经真歹，19早起伫咧病院过身。新加坡是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18个新增加4例，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到81例。新增加的3个患者拢甲心跳血温点长有关系。这座高档已经出现21个感染患者。Fear can do more harm than the virus itself. It can make us panic or do things which make matters worse. Like circulating rumors online, hoarding face masks or food, or blaming particular groups for the outbreak. Instead, we should take courage and see through this stressful time together.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前强调讲会当渡过难关，不过疫情变严重，社区感染的风险嘛愈来愈悬。政府嘛有新的防疫手段，拄18暗时11点59分开始实施有法律效力的居家通告。过去14天捌去过中国的民众，若是接到通告，必须要踮伫厝内隔离，袂当出外，违反者会受到处罚。另外，疫情较稳定的澳门会伫咧20饭点重新开放交场。俄罗斯目前有2例确诊，嘛提悬防疫措施，伫咧当地时间18宣布，20开始禁止所有中国民众入境。记者综合报道。出验欠货，彰化县田中的花生工厂当时日夜都咧赶工。昨下晡4点外，一个当伫咧生产线咧当值的查某作业员，刷去互机台夹着正手中指的头一节，同事嘛赶紧甲伊送过去病院急救。这个18岁姓颜的查某作业员，伫咧生产出验的花生工厂已经做超过14天。昨下晡咧轮第2班生产线，负责出品迄款白带的外壳手术出验的时阵，刷去互机台夹断正手中指的头一节。同事证人嘛赶紧到指挥，佮将断去的指头啊用冰角包起来，即时甲伊送去病院急救。经过医师判断，决定将受伤迄只指头啊切起来，买手会佮取皮肤手术按起来，安尼生别日啊复原才会较紧。咱嘛来关心，有媒体伫咧曝光，台南市有一间药局甲人客品讲，手头有大批喙炎，一摆要交几60万个嘛无问题。但台南市黄伟特市长就下令消保官会同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去到药局要查明事实。店头家嘛补回讲，本地因就是讲4月底政府解除管制了后，才有法度出货，无影讲是咧压货、囤计销。台南市地检署嘛发出传票，要传业者去说明详细。
台南这间药局一透早就吸引真侪民众上门排队领水烟，但是业者刷起周刊爆料，业者申请讲伊有大量的水烟，引发消保官以及卫生局的人员上门，要来查药局是毋是有吞水烟的代志，但是业者是讲无。50万，即摆连5个都拢无咧50万。啊，人有录到咱当时人讲的。当时话拢学白讲啊。业者是讲，因为问的人客伤济，看袂到就要订数十万的订单，因此才会凊彩来回应，过程袂使当作真的。但是讲话是安尼讲，啊，你会使算话吗？你有看到物件吗？所以你有安尼讲嘛吼？讲，但是迄是安尼讲，总之没东西啊，所以你就登记啊，是不是？去互外界质疑是囤货大量的水烟，业者嘛自称摕出对话记录，强调伊嘛是甲对方讲，爱等到4月底，若是政府解禁，才会使有货。很多人都要订，好，这个不能否认。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货，所以我们就有写嘛，我跟消保官说嘛，4月30号以后才能给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排的话。那因为县长我们现在也有只看到他就是这个健保中央发放的这个口罩啊，还没有查到实际上有囤积的这个状况。消保官是表示，虽然现场并无发现伫囤大量的水烟，但是会进一步要求业者提供进货出货的证明，要查真是毋是有囤货哄抬的真事。记者郑混蛋报道。台南市看完，咱来看新北市。新北市民政局昨公布2名应当要在家来检疫，结果煞互因记接无人的民众，一个名叫郭富文，另外一个叫做关英安。昨深更，警方嘛有伫咧桃园找到郭富文，伊身体是无过样，但民政局已经安排伊换去住检疫所。另外嘛有人伫咧网络顶头讲家己是武汉封城了后偷渡倒转来，结果一个查嘛完全是生言造语的假消息。穿那是外套，佮挂水暗，这男子对新北市居家检疫室内的郭富文，警方10点半暝伫同一间旅社找到伊，目前已经由民政局人员查登去安置。现场呢，我们民政人员跟警政人员呢也对他量测了体温，那现在没有发烧的情况。那他当事人本身也表示说他身体健康良好。那现在因为他居无定所，那现在正由警方接护当中。民政局表示，因为郭富文暂时无大所在，会将伊送去集中检疫处居家检疫，卖依法送到卫生局采取。那另外一个室内的关英安搁伫催。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嘛，佮公布处罚6个居家检疫各1万块。到目前为止，台北市居家检疫人违规向处罚的已经有37件。正前有一个网友讲是姓洪的小姐伫面册社团发文，讲伊是为武汉封城了后开15万块偷渡倒来台湾的，讲成功散布病毒，引发民众惊吓。公司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个人竟然是南投县德山姓陈的男子，已经将伊抓到案。是运用我们科侦的一个技术，在网络上交叉比对他所留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过程，抓到这位陈姓犯嫌的时候，他也相当的震惊，因为他已经把手机丢掉，我们怎么还会追到他？警方表示，姓陈男子到案了后有心灯，佮讲家己是因为去网络骗真侪钱，接受到利用这摆疫情做背景。乱写偷渡情形，想要用网络民众力量找出骗家己钱的集团首脑，唔知影家己行为已经犯法。警方以传染病防治法司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的科学家上届新的研究发觉讲，新型冠状病毒含人体内细胞相结合了后，炭病的力头上悬有法度比较 SARS 加20倍出来。国内嘛有医师咧烦恼讲，这款病毒是较有引起细胞纤维化才会种种的病尾。在专家咧看，武汉肺炎严重的患者可能比较重症的 SARS 也较歹医。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伫拖，累计总共有7万外的确诊个案，2000外例死亡。台湾是有22例确诊，1例死亡。美国科学家上新的研究发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甲人类的细胞受体结合，造成传染的能力相关会当达到 SARS 病毒的20倍。因为它跟这个受体的结合的能力比较强，亲和度比较高。所以这支病毒呢，很快就进入肺部细胞。那以前的 SARS 冠状病毒呢，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才进得去。这样会使它在肺部的繁殖会变得很有效率。国内专家表示，过去 SARS 的感染者，敢若需要体检发烧的疑似病人，得当有效阻挡传播。不过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有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要全面预防是无简单。互人上烦恼的是，冠状病毒可会引起细胞纤维化等等的后遗症。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患者可能比 SARS 重症更较歹救。SARS 的肺部破坏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肺部破坏其实相对上来讲，可能比较容易用药物来矫正啊。那如果单纯的病毒破坏占很大的比例的话呢，就比较难用药物矫正，所以这个整个肺部的发炎跟破坏就比较难治疗。专家强调讲，虽然有医界试采用抗伊波拉病毒的瑞德西韦药物，或者是艾滋病药啊加流感药物，还是讲康复者的火象疗法等等，不离个伫临床面顶，拢需要更较侪时间。具体做法要加速疫苗研发，才会当有效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全世界目前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7万人。咱来看下晡上届新统计人数。即阵中国有74000过185个病例，致病死亡的有2006个人。新加坡已经有81个病例，日本74个病例，香港62例，韩国46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目前有9个病例。另外，泉州公主号游览船船顶计共有542个病例。咱台湾当时有22个病例，其中第19个病例不幸致病死亡。那欧美国家迄边面，法国有12例诊断确定，加拿大8个病例，美国15个病例。中国国内传染病医学的专家钟南山教授，昨伫咧记者会内底强调讲，治疗武汉肺炎和胃着流行性感冒的患者，两款都要分开隔离治疗。若无人甲人相倒病的情形，是无法度挡掉。钟教授嘛讲，在伊咧抓武汉肺炎拖到新历4月尾，就会较受到控制。到10月，中国已经有超过7万多人得到武汉肺炎，1800多例死亡。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讲，若是无法度做好隔离，加上即马是流感的高峰期，武汉肺炎人传人的问题绝对袂停止。如何的把好这个正常人和病人分开，这是一。第二个，把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这是2。这2个问题非常迫切。你这2个问题不解决啊，老是混在一块儿啊，人传人不会停止。虽然钟南山表示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情形目前未停止，不过也是乐观看中国的防疫工作，讲到4月份左右，中国疫情就会当稳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10月记者会公布中国境外有92例人传人的案例。We have now had cases of COVID-19 outside China for more than a month. We're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in every country that has cases to track the virus and understand how people were infected. So far, there are 92 cases in 12 countries outside China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谭德赛强调，对伫日本隔离的泉州公主号，世界卫生组织无看到持续的社区感染。另外，谭德赛阁讲，目前伫中国的世卫国际专家小组，可能到疫情爆发的关头，武汉进行考察。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进前，因为中国解放军的飞行机逼近台湾海峡，美国嘛派出军机挖进咱的半空中。早起美国海军又搁有一只巡逻侦察机出现伫南台湾的海面。但嘛有消息咧讲，2月初10，中国的战斗机毋但飞探过台湾海峡中间线，搁锁定咱派出去的飞机。总是国防部议员强调讲，四边海面甲空中拢有掌握伫咧，请国民都要安心。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对无线电使用者吹在被录音，正清楚地听到中共军机挖过咱国的空防领域，和国军广播距离，展现出捍卫领空的决心。因为共军伫咧初9、初10两边军机驶过台湾，美军也连续3天派军机飞过台湾周边的空域。第19，美军有一台EB-31电侦机飞过南海。沿着台湾的南部海峡，要飞登去乌克兰的美军基地，美中军力伫咧空中过招，即马传出驶过台湾的歼11，毋但是飞过海峡中线，也搁锁定咱升空基地的 F-16。对此，空军表示无这种消息。有关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状况，国军运用联合期间侦的作为都有掌握，并做出适切的应对，请民众能够放心。
目前两岸的一个状况，我认为是还达不到这种一意升高到一个成为区域冲突热点的一个状况，还没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非要升高军事方面的对抗。军事专家认为，美军的动作展现出引挺台湾的意味。在美国在台协会19是办一场防堵不实消息的座谈会，因讲中国以无具名的方式散布不实消息的手法，要减弱台湾的民主加自由。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to develop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ways to anonymously disseminate disinformation through a number of channel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As their malign methods evolve, the motivation remains the same: to weaken Taiwan's hard-won democracy and freedom. 郭立言强调，在对付不实消息的挑战，美台是彼此互补的伙伴，也以共同努力、共同得益的讲法来描述美台关系。同时也强调，美国也当自台湾这边学到真侪宝贵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当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举办记者会，咱来看现场上最新的情形。但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那目前呢，整个包括所有的旅客，再加上员工有2位，应该是24位。那4位确诊在日本治疗中，但是新增加也有1位目前确诊，可能到时候就变成24位，扣掉5位变成是这个19位。那但是呢，经过外交部再仔细的去了解，船上有些不是拿台湾的护照，但是他也要回台湾，他有2本护照，但他用别的护照去日本旅游。那目前可能情况，他也是有台湾的护照，也想回来，所以这个人数呢，要到最后才会确认。那目前呢，所得知的是船上是有7对的夫妇啊，1对的是母女。那其他大概是单身，那6对的夫妇其中有1位是确诊，那他的这个夫妻之间呢就必须同时留在日本，所以目前大概掌握的人数呢，等最后确认。啊，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你是有台湾的护照、台湾的国籍，而你也希望能够借包机回来的，我们会一并处理。那目前知道的是，今天有陆续的下船，所以有5位呢是已经先行下船。观众朋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头拄也是说明讲，咱国搁新增加验出1个病例。另外嘛，伫咧说明安怎样去接宣召公主号尊顶的国民倒转来的详细。早起蔡英文总统表示讲，针对武汉肺炎摊开影响到咱国内产业这件代志，伊已经有召开国家安全高阶站的会议。蔡总统也指示股市和汇市一定都要稳定，嘛就要尽量协助遐受到冲击的业者，替因到消掏困难。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开始有了有些产业受到的影响。那我在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指示，一定要稳定股汇市，辅导企业做好防疫，对受到冲击的产业要给予纾困等必要的协助。目前行政院正在规划防疫特别条例，我也希望法案送进立法院之后呢，朝野可以携手合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共同协助产业渡过难关。蔡总统早起伫咧总统府内底接见得到国家建筑金质奖和国家品牌玉山奖的民众，伊也对在朝在野各党表示以上几句的意见。总统府的陈局秘书长和经济部的詹文生处长也拢有伫咧现场陪伴。咱来讲，专门伫咧网络替人引头路业者调查讲，目前有将近4成的接头路人有打算要换工课，尤其是中国上班的人已经有袂少申请要调转来国内。那咱国互武汉肺炎影响上较严重的产业，就是观光、旅行甲餐饮服务业。另外嘛有袂少专门咧通译的人员，因为旅行团无来，但是将近拢无收入，日子确实难度。皆様
2020年台北London Basketball 可能最大到一队，马克多尼亚都做上好事。这个小姐伫现场斗日记，这寡导览内容对象原本是日本游客，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团取消，翻译工课是减一半，佮加上最近台北国际册展等等大型活动拢小连续取消，拄2月份开始，所有接到的案件拢无啊，收入减要2-3万，根本无哈多生活。台北国际书展，但因为现在整个是延期，所以那笔收入目前就是没有的状态，就是可能只有几千块这样子，就是很零星。啊，佮有手持饮料连锁店休卡店嘛，受到疫情的影响，最近人客数量是减要2-3成，目前敢若当靠外送服务来拼业绩。啊，若是海外布局，因为锁定欧美市场，伫咧中国开的店数量无遐济，整体的冲击是无大。来客数就已经掉了30%啊，很大的一部分的重心放在外送部分。那当然这次的疫情包含这个延后开学的问题哦，所以也造成这个外送的订单下降了很多。根据人力中人业者调查，观光餐饮服务业受到这届疫情的影响上大。3月份、4月份无薪假就会出现，有4成的工作人员有转职的计划，嘛有要一3个月业者暂停引人，或者是观光录取了后然后报道。已经找到工作了，甚至有报到时间，但是因为疫情还没有终了的时候，所以也被告知说暂时先不用报到，甚至有些投递履历拿到面试通知，也被告知暂时不用来面试。这些都表示说，目前呢他们在厂商征才的情况底下是一个冻结的情形。为了配合防疫措施，出入境是严格管控，加港澳提关到第3级的警告，观光上新的公告，港澳组团旅游禁令，từ原本的3月底延长到4月底，会继续暂停旅行业组团去香港、澳门地区。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这当阵有的企业甲员工排出来的班已经减较少。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甚至阁讲，当已经有接到9间企业来申请要新劳实施无薪水的假，其中有5间是饭店民宿，计共拍算影响到190个劳工。不过这当阵也阁伫咧审查来申请的文件，拢还未通过允准。啊，另外台中也有3间公司通报要休无薪假。开伫台北市的顶级地段，外观真光，以白色简单风格为主的 S Hotel 是艺人大 S 昂赛王小辉伫台湾经营饭店。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生意受到冲击，已经向劳动局提出无薪假的申请。2月17号呢，已经送件过来申请，就对于有55位要进行所谓的缩短工时，申请文件当中还看到有一些资料不够完备，所以我们还会通知他。旅馆业包括有这个资讯业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平台商业平台这样子的部分，那预估大概会影响到190人到200人。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目前有9间企业申请缩短工时，其中5间是女宿业，假使目前申请文件拢无够完整，还未任何企业通过，而且唔但台北市，台中市为10月开始，已经有业者通报要放无薪假，对60来劳工造成影响。疫情影响部分产业景气，造成有企业实施减班，或者是缩短工时。劳动部提出应应措施，发布修正重电再出发的训练计划。到5亿1算。针对这个事业单位，提供他最高350万的训练费用的补助，提供他相关的训练课程，或者说他也可以去参加事业单位所办理的相关的训练课程，1个小时158元的这个样子的训练津贴，每个月18960元。劳动部嘛指出，开放申请时间是到8月底为止，训练课程的办理期间会对受理申请开始到今年年底，只要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事业单位、甲劳工拢会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和观众朋友关心几条6都上要紧的消息。昨下晡2点，桃园市龟山区大湖路遮有一间工厂火烧，火甚至佫分甲半空中，一只本地载人客要去休点松山机场的飞机，换着要去桃园机场降落。当桃园市环保局去到现场查明环境，已经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甲水污染防治法的名义处分这间工厂了。大火阁有浓烟直直咧冲出来，桃园市龟山区大湖路18下晡2点发生工厂大火，因为着火地点就伫咧航道附近。特殊一台准备要降落松山机场的专利空邦机，转降去桃园机场，火势伫暗时11点外分拍花，做上尾的处理。通道往我这，通道的中间还是前面或后面？
它就从中间烧起来，然后我们2个人要去吐货就来不及了，越烧越大。消防局总共派遣了42辆的一个消防车，100多名的消防人员前往现场来抢救。那同仁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整个工厂已经呈现一片火海的情形了。环保稽查人员伫现场监测空气的品质，伫风头阁有风尾检测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无异常。不过现场烧出来有真明显一粒一粒的污染物，阁有臭味。另外，将消防废水拢后白流的污染情形，已经对业者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阁有水污染防治进行各化的处分。依据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32条，最高可以裁罚到新台币500万元。那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可处分金额为3万到300万。环保局除了伫现场继续监测空气的品质，嘛有防护措施，避免扩大污染。另外嘛，已经限期要求业者要改善，嘛继续派人去看业者的清理作业，假使无完成，会依水污法的规定，按数量连续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看完，咱来看台中。进前咱有报讲，去年11、2月迄中间，台中火力发电厂3摆违反台中市青土炭管制自治条例，去互市政府罚金，搁废除2只基台运转的许可证。2月15日，行政院环保署发公示台中市政府指示讲，这款处分是有失妥当，要求5天内就要改正。不过台中市的环保局回答讲，这条案已经进入诉愿，目前未去改变进前处分的决定。国民党有台中市议员就批评讲，行政院环保署袂输是台电的拍手同款。环保署伫这个月15号发予台中市环保局一张公文，指出台中市府废弃中火2只基础许可证的处分案，违反空污法以及固定无相关操作许可证管理办法，要规定文告了后5日以内进行更正。国民党籍台中市议员批评环保署为着中火来站声。担心我们中部人的生活的这个空间，更担心肺癌的发生。应该我们中央应该还是要尊重我们地方自治的权利。这条公文要求台中市环保局伫文告了后5日以内进行更正。国民党籍议员批评环保署探究防疫期间，来转移空污的注意力，干涉地方自治。台中市环保局嘛强调，废弃中火2只基础的许可证处分案是依法有据。因为空污法的部分处分还是在地方，所以地方依据这个权责去处理，这个还不到解释函的程度，它只是一个公文，它还没有通用，因为它也只有给台中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中央对着法令见解无同款，不过是这处分权是伫地方，而中火成煤使用量嘛已经超过1104万吨的限制。经过市府真济处的稽查以及复查，还是无改善，市府是依法行政。台电表示，2只基础无法运作，虽然不得已来造成欠电，不过嘛是影响电力调度的另外度。台电已经在去年的12月提出诉愿，但考量诉愿需要时间，为了顾及全民夏季的用电。台电除了提出诉愿以外，也函请环保署来协助厘清。台电表示，中火2只基础操作许可证被废止，将去调度的另外度，才会环保署来厘清，这个处分是不是违反空污法的规定，或者透过中央来施压。目前相关的案件，台电嘛已经透过定数来提出诉愿，就来等待结果。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们来关心农业方面的消息。目前国内还阁真斟酌咧抵挡非洲猪瘟病毒，经过旅客炸入海关的肉品运入来国内。加在近来因为武汉肺炎，台湾和中国往来有较少。自元宵到大早日礼拜日，违规炸肉品入境，敢若差得一层。不过云林嘛是有农民无遵照袂使用喷饲猪的规定，当有发生2件罚金3万块的案件。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互两岸往来受到限制，嘛互边境查验违规带猪肉等肉品的案件数量来到上低。元宵节过后，顶有一件罚20万。不过防检局指出，一直检验防弹条的猪肉肉品是毋受非洲猪瘟病毒。根据1月份检验，中国阳性率是9.26%，越南受36.36%，这么高。目前我们可以从检验的数据可以显示出来。目前他们那边的非洲猪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下来，还是在流行当中。边境的防堵游园袂当放松，国内防疫作为嘛继续进行。目前法令规定，喷要经过高温烘过才会当饲猪。不过最近嘛是查到彰化县有2场违规，云林县的管制更较严格，是禁止用喷饲猪，有2场防检举违规。我们最近就是有民众检举。我们到现场就发现说，他有那个用
烧煮那个煮鱼的部分，去把我就把它开发这样。农业处强调，粉林是市猪的大关，所以早就为去年底公告禁止喷市猪，两场拢是第一届犯，共裁罚3万块。不过，若累积违规2届就罚20万，6届是同罚300万。记者林王向中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上治安的消息。美洲中部的墨西哥迄国，顶站才发生一桩25岁女性去红赛残忍杀害案件，这也引起未少国民惊上街头。结果一波未平一波起，无几日前又有一个7岁幼囡仔去互歹徒绑票抬死。家属也认为警方无把握到救人的时间，但又有真侪民众出面抗议，表示要替这个无辜的查某囡仔讨一个公道。在阴暗城中举办这个查某囡仔的告别式，家属感觉流目屎。墨西哥市有一个7岁查某囡仔奥德瑞格特，在伊时阵互人绑架被掠票。警方伫咧调监视器时阵，发现这个查某囡仔放好了，互一个唔捌的查某人带走。只有查某囡仔的妈妈是伫15分钟了赶到学校，发现囡仔无去了，就赶紧报警。但是警方锁伫咧72点钟久了，才开始找人，所以互人骂讲警方无及时行动。Mi hija llegó 15 o 20 minutos después por su hija y ya se la había llevado una mujer. Y mi hija luego fue al Ministerio Público que hasta las 72 horas podían empezar ellos a trabajar. 墨西哥市检察长讲要出奖金10万7,000美金，鼓励民众提供消息。Se ha cometido un crimen atroz y sin sentido que no quedará sin castigo. 墨西哥伫顶礼拜才发生有一位25岁女性伫咧厝内互翁仔残忍杀害案件，即马又搁发生查某囡仔被绑架掠票的案件，民众真生气，再一遍上街头抗议。伫咧政府机关的壁顶写字画图，也有真侪网友伫咧推特声援，讲要为查某囡仔讨回公道。Todo nuestro respeto y garantías para es que sean manifestaciones pacíficas.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伊讲一定会掠着嫌犯，也讲墨西哥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甲前朝政府独立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有关系。根据官方的统计，自从欧布拉多2018年12月上任了，杀人案件的数量也创历史新高。去年每一天平均有10名女性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囡仔拢是爸母心肝头保守的一块吧。囝生少，影响学校招生是愈来愈困难。近来这5档全台湾有超过10间的私立高中高职停止招生，就连地点设伫咧台北市中心的东方工商，董事会嘛已经决定，自后一个学年度开始就无要再招生了。这项决议也已经有送台北市教育局备案。挂着学生录取国立大学报条，壁顶头阁有招生的广告。私立东方工商是台北市历史真久的私立学校，即马因为少子化愈来愈明显，董事会决定109学年度开始停招，已经送教育局。这嘛是中兴高中甲立林高中了后，台北市这4年第3间停招的私立学校。在学的学生一定会让他念完3年，然后也都确定他一定要该开的课程、该有的专任教师，他也都要符合。那要转学的学生也都是优先辅导啊。对停招的代志，学校是无愿意对外来表示意见。但是，连伫咧市中心的东方工商嘛受到少子化影响，专校总是认为台北市公立高中是全国上侪，伫免试厉害政策，学生甲家长会优先选择公立学校甲更较好的私立学校。显然看起来，在这一波，他们应该去思考的是如何做出精致教育。如果没有在做经费的因素，他是很难提高他的教育品质的。如果他没有思考要转型办学的模式，再拖下去之后，他只会更惨。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东方这几年有调整办学重点，只是效果无好，董事会才会安尼决定。按规定，若是3年内底无恢复招生，就要提出转型的计划，或者是直接清算。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讲，嘉义市内专门咧供给民生工业用水的南潭水库，因为冬天雨水有较减，水利署南区资源局就统计讲，目前水库内底所欠的水已经较无一半。本地遐是有说真侪人客暗时拢爱去看音乐喷水泉。市政府嘛惊讲，若咧喷的时阵抽水起来，会加震动水库底的涂沙。
目前嘛宣布喷水泉要暂停了。水库底石头已经咱看到2种无同的色水，边仔有因为水位下降而天然的淡地。嘉义南潭水库目前进入大水期，水库的囤水量已经存无一半。原本也到要进行应用喷泉，嘛因为惊抽水去搅烂到水库底土沙，所以嘛来暂停。为了保护音乐喷泉的机组系统，在它的水位标高低于68之前，我们就会先提前的去做告示的动作，让民众知道说，音乐喷泉因为南潭水库水位比较低的关系，会暂时停止演出。针对南潭水库囤水量无到一半的情形，出来水公司地库管理处嘛表示，嘉义地区平均一天的用水量大约是20万立方公尺。嘉义的民生用水是林义潭甲南潭做伙来提供。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囤水量甲去年相比，只加2公半的水量。仁义潭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年虽然说比去年少了15万吨的一个蓄水量，但南潭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增加了40万吨，所以说2个水库加起来，我们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万吨，那也就是有接近2天半的一个这个蓄水量。自来水公司预估3月底进前，囤水量也是伫咧会用控制的范围，但是参考去年的天气状况，嘛是会有可能有无水的问题，民众也是要保持省水的习惯，来应用大水期带来的影响。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欠水有欠水的烦恼，雨落济后雨落济烦恼。以早中央气象局无遮进步啦，咱民众拢看通书，通书内底有迄个尖风欠刮刮，意思就是讲你注意听哦，24节气天气变化，有法度去估计，有法度去按算讲，今年农业是丰收还是欠收？讲到遮，国情就要来甲所有观众朋友来提起，今年2020年雨水就是正对新历2月19。24节气，国情你安讲，莫非是对新历咧行？无毋对，24节气毋是对旧历哦。当年当新历24节气前后拢差1-2天尔，真正24节气是照新历行。尤其旧历你若共一年中间节气日子安排无共，甚至捌有迄落双春双雨水的情形，就是讲共一个旧历年内底2个立春。2个雨水，这玩意真罕见，几200年才有一摆，所以真正24节气是对新历行。国情就要来现通书内底有一首尖风欠刮刮，头一首咧讲立春甲雨水的节气。四句联，四句讲元旦精魂讲祭天，雨雪霏霏似风莲，最喜立春正一日，农夫不用历经电。四句内底就是咧说明讲，上介好啦，元旦旧历正月初1日是精魂讲祭天，迄天上介好是好天。那雨水，国情咧讲，2020年金鼠年是2月19新历，即天对雨水。那雨水迄天就爱雨雪霏霏似风莲，雨水迄天旧历毋是新历哦，新历2月19的时阵通书内底所写，即一日上介好，就爱落淡薄仔雨，雨雪霏霏才是风莲。那立春呢？最喜立春正一日。立春的时阵，迄天若好天食，农夫不用历经电，就是讲，若拄当立春好天，规年冬定就是会丰收。当然啦，国情伫咧讲，这是较早看通书伫咧推断。24节气好天落雨，影响今年农业种植的成果。毋过是当阵，这过去诗句咱提出的参考，是听内底字句，用台语咧吟，用台语咧读，内容真好。是但若要判断气象，认真讲，即马就爱看中央气象局每一天的预报，看咱公视台语台新闻，这上要紧。过来，咱来讲政府已经宣布讲，为着要推出振兴经济、支持民间消费的优待券，毋过会等甲武汉肺炎的疫情较严的时阵，才有要实施哦。当台东观光业的业者烦恼讲，时到当下袂付起，就宣布要大声推出台东的消费券，计共有46间业者联手。3月初1到月底这中间，民众若去台东观光协会网络专页，甲电子票券印落来，就会当拄过暝食食才会开销，一摆上计会当减到500块。
台东县的观光业者进前已经推出大半个月无甲1万块的清心勇气大房专案，来提悬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降低大房率，即马阁新增加。伫咧政府刷消费抵用券进前，领先全国刷台东消费券，包括星级的饭店、甲民宿、餐厅、交通业者，总共有48间台东的业者来加入，家己吸收抵扣的金额。有业者评估，若是会当增加5%至10%的业者，台东勉强度过疫情的难关。我们自己吸收，然后让更多旅客、更多国人，甚至外国的朋友们来台东，因为我们台东除了住宿，还有很多吃的、餐饮、观光、旅游、交通，都是非常便利。台东县观光协会表示，台东消费券的使用时间都3月7日到31日，总共1个月。民众即马台东去社团法人台东观光协会面册专业甲来列入来，会当抵扣伫咧台东旅游期间的住宿、租车、餐饮甲买伴手，上济一届会当抵500块，而且佫无限制讲会当使用几摆。不限次数，而且就是也可以多日使用，今天可以用，明天可以用，早上可以用，下午也可以用。潘桂兰表示，虽讲这项优待是3月份才开始，不过即马已经要2月底，部分的店头可能会当提早接受优待，尤其会当甲业者问看卖，而且目前小连锁会有新增加的旅宿业者，预计增加到100间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教育，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下头温度37度半，也是耳孔度到38度，就算是发烧。这款标准也通好互大细间的学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另外，有专家咧建议讲，开学了后，学生就要上下课分配，安尼才会当减轻病症摊开的风险。武汉肺炎影响全台，因后开学，对2月25就要开学，各县市对学生发烧标准无同，量体温的方法嘛无同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8统一检查温度，遐房间定37.5度，遐房间38度。若是有发烧，应该暂停上课去看医生。主要是额温枪，它是测表面的皮肤哦，所以它这个也会有比较温度会比较低，那当然也有可能比较不准。所以如果说用来筛检是 OK 的哦，但是测出如果说是发烧的话，那可能还要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耳温枪再来测试。大公卫学院建议，开学了后，老师甲学生的距离应该爱变短，也就是伫教室内底，互学生甲学生爱隔开上无1.8公尺，互全学校分配下课，该停止室内的大型活动，甲有身体吸到运动。到校园里面就要加强社会的互动的距离，篮球、足球之类的。那这种活动呢？在可能的时候就要重新调整。学者表示，要调整上下课的方式甲空间，伫学校嘛莫斗阵食共一物件，用共一器材，手莫直接帮吃的，便当起用完爱随去洗。每一节课下课了后，桌椅啊嘛要进行消毒，该定洗手。若是感觉会热会寒，或者是有气味，表示室内环境出问题，保持通风都变加真重要。开窗通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是因为它在1分钟就可以帮你的空气全部换成室外空气。避免群聚感染，教育部决定高中1以下，然后2礼拜开学。对开学时间，敢有可能搁在然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目前暂时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中、国校后礼拜2月25就要开学了，新北市道州区的仁爱国小早起就咧演练学生开始读书了后，防疫的工作安怎发落？你像讲学生每日来进前，就要先磅体温，到中午就要搁加磅一摆。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嘛讲，市政府已经有传64万的喙罨，通好照顾身体有各样，确实有欠用喙罨的学生囡仔。入去学校进前，拢爱一个排队量体温，确认下台温度伫37.5度以下，才能入去。超过爱带去保健室，过5分钟各量一摆。真正发烧都爱送去病院。因下礼拜2开学，校方防疫都要先演练，志工妈妈来参加。每一天有12位的志工来帮忙，然后一直现在是排了2个礼拜。那2个礼拜以后看疫情怎么样。学生顺利入去校园，暗过要入去教室之前，该洗手。若早起量过体温，中昼该量一摆。老师随时确认学生的体温，教室买将窗仔门拍开，保持空气流通。面对学校将要开学，爸母家长是真紧张。虽然变做囡仔去上课一定爱穿的。今天2个中午换，因为口罩比较少，所以就是每天用同样的，然后等到觉得
不就是要换的时候就换。作家出现意外，虽然小水，下头用尖顶红叶本书，好好一项嘛未当减少。要做上好的准备，暗哥嘛有上歹拍算。我们有64万个口罩可以来做紧急备用，照顾同学们。另外，准备了7300支的额温枪，如果学校有最坏的状况，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采取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该严格的把关以外，更重要，万一有确诊的，该停我们一定就会停。开学典礼顶大型，室内活动，校友期无建议好好举行。安那是不是因后开学可能？新北市的配合防疫中心指挥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大学啊，将近要开学咯，因为目前香港和澳门过来的学生拢都爱在家检疫14天。新竹中华大学当就开发出替这袂当出门行大学生送餐的机器人，互因听好踮房间内，就会当接到搁长烧的食食。也会当互本地负责送餐的人员，唔免含这当伫咧隔开观察的对象有互相伤过接近的担忧。甲准备好的饭菜放伫咧机器面顶，路线设定好势了后，机器人就将物件送去指定的房间。Your delivery has arrived. 机器人叫放好了后，内底的人直接开门，就会当摕到食食，完全唔免行出来房间外口。它可以自主的充电，你只要下达任务，它可以自己的完成搬运的动作这样子。它靠的是2D 的 sensor 去导航。各大专院校有很多的港澳生的这个部分哦，那对于很多辅导人员的这个工作压力就增加了很多。那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把这个隔离之后的这个港澳生呢，能够提供他们一个餐点的一个服务。因应新冠病毒，高学生来台湾必须要隔24天，为着要减轻辅导员的压力，中华大学特别产学合作开发这个送餐的机器人，嘛减轻真侪辅导员甲隔离者直接面对面的压力。辅导人员他只要把餐点放在这个机器人上面，那机器人就可以根据我们设定的这路线，可以把这个餐点分送到各个不同的这个房间里去，然后直接的交给这个隔离的人员。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掉我们服务人员辅导同人员跟这个隔离人员之间的一个直接的接触。离开学敢若剩无几天，每一间学校拢唔敢放零，除了送餐的机器人以外，学校大家嘛会针对校园内底树花、开关等等的所在来进行消毒，希望讲会当甲校园内底防疫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命声，咱先来看少年辈的农民，唔但农产品种了好，嘛真够宣传甲广告。屏东南边就有种莲雾的少年家翕真侪影片，通好人客了解莲雾安怎栽、安怎大，嘛通好尽心推销因苦心种出来。南边的莲雾确实甜搁脆。你这身上的须长出来之后，会让你滋生细菌。把家己当作是女主角，变成莲雾来拍孙武基的微电影。屏东南边的农民洪玉峰透过影片，希望让民众了解莲雾的生长过程。开始整理，你不能给它灌溉太多肥料，因为它需要休息了。那休息之后的剪枝、锯树那些，我都想要把它拍成短短的3分钟或2分钟的。这几年，洪玉峰对红菜同齐做事，除了参加农业大学规划课程，学习产园管理和行销农产品。虽然初期有真侪观念和长辈无同，不过洪某共心，甲田管理了真好，嘛互长辈接受少年人的经营方式。如果说早晚气温比较大，地面光秃秃的，没有一些草来保水的话，莲雾的树它会比较处于比较弱势。成果出来也是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莲雾就是果实很饱满，那土壤也比较松软。买落来的莲雾，洪玉峰会照重量、外形分级，确保出货的品质。洪玉峰了解现代人的消费形态，所以拍影片来行销家己种的农产品，希望让愈侪人拢通食到甜搁脆南边莲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有一个学历真好的少年人，无爱和别人同款食固定头路，决定倒转去住厝里学种咖啡。但嘛伫咧种做这道，拼出真好的成就。近来新开一间咖啡厅，佫是用家己内码甲外码的名落去徛店号，家己种、家己销，但佫家己学讲怎样煮了，互人客啉较会调，有影会对感情咖啡真正感情的讲袂了。
伫南投县玻璃镇甲鱼池乡交界山区，一个号做咸菜翁的地所，有一间外观正雅致的咖啡店。店头家讲会伫遮经营咖啡厅，是因为这个所在有济甲阿嬷做伙生活的基地。就是当时候我在这边种菜，然后小时候这边长大，我觉得那感觉很开心，所以我想要分享这一块场地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才会想说，我在这里一定想要盖一个房子。这间咖啡厅的头家名叫高旭顺，伊有2个大学的学位，不过伊无爱伫都市生活，唔愿甲别人共款食人头路，决定转去故乡种咖啡，有心拍石，石真庄。高旭顺的咖啡的品质有影真好，得到外国的肯定。你在南投长大，你终究还是要回馈这个地方。那我希望我回到这里，可以带给这个地方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透过咖啡当成一个媒介，跟人做互动，然后你在这里享受一杯好的咖啡，然后心情得到放松。高旭顺讲，伊是南投的子弟，回去故乡为地方打拼是应当的代志。这间开伫咧山区的咖啡厅，有满园的咖啡树，空气清芳，可以当看到玻璃的好景致。上重要的就是伫遮有通食到品质挂保证的精品咖啡。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定咧讲野球，就是棒球是咱的国球。不过女性的棒球队英国真正较少人伫咧注目。实在讲，台中只有一群人对查某囡仔拍野球的运动是真系心情。永安公司台台青春咱来帮这个节目，特别招好朋友来看台中向日葵女子棒球队的用心甲拍拼。台湾人一直拢正少野球，不过真可惜的是，正罕少人知影女子野球队的存在，甚至大家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认为查某囡仔所拍的就是垒球。开始我从查某嘛会使拍棒球啊，我是开始嘛惊着。阮2016年的时阵办比赛的时阵，因为根本就无经费，阮迄当阵就想讲，安尼阮来做纪念品来卖互大家安尼。结果我去了后，全队的球练习球不到20颗球，我讲安尼是咩小阵啊？台湾上早的女子野球队是伫2001年所成立，然后自2008年开始组成国家代表队，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去年2019年是头一回伫亚锦赛摕到亚军的好成绩。这摆是第7届参加国际赛，有5届是世界杯。查某体能6月是足紧的。而且咱台湾查某比赛是足少的，所以因嘛是爱保持因的体能。伫台中有一个野球队向日葵女子棒球队，这个球员因无咧要以性别的限制，嘛不管是毋是科班出身，大家拢是因为伫出社会正头路了后，心肝底也有一个野球梦，加上有厝内人的支持，互因会当继续徛伫球场拍拼。阮兜是咧修理车的，我就伫出来帮爸爸管小。伊也介意的吼，只要莫做歹，我拢支持。每一个礼拜早起拢爱去练习吧，我就早起啊。虽然要经营女子野球队是非常辛苦，不过只要会当继续拍球、继续对梦，对因来讲，所有的付出拢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气温有较热，下半部天气安怎变化？各地头详细资料，咱就来做伙看，斟酌听。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2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8度到23度。台南、高雄、屏东这平面19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18度到22度，金门马祖澎湖12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